才当食，灾劫会来，因为天要互你有了完成功的机会。天知影讲你有善良，互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当做一桩代志，未去做出灾劫。但是你有把握，真侪人期待时间，逐工安尼喊，逐工安尼过。啊，拢听人讲，嘿，若我无闲，我人闲做会做。啊，听人讲在人来去感谢万谈，安尼话人生是就袂有啊，这就是重点。所以人家讲哦，较终了。所以咱人今仔的人生去修办每一天，拢是终了，也是开始。即使苦难也是福音。所以讲你若有善念，你有做较侪代志的，你若知影这个好做的，你会把握这个机会。啊，你若有做，你等于有一天。天上过去感情，你要等去上天的时阵，你有啥盈利等于无？你要等去见老母的时阵，你有礼物无？啊，是两只手空空，两只手空空，等去见老母，就你到见落，你家己嘛无面子，讲较白话的啦。尤其你等去见到咱的前辈讲，哦，那你哦，包括你等下人是甲你学，是甲你骂，对无？所以咱是有把握。但是咱已经有因缘，咱有家己人的头前有做无？所以你若下时间，你敢从一先搞天安排咯，上重要。你去做，你去修，你会养成好习惯。啊，我讲养成好习惯就足重要。足个习惯，你就标其他习惯。咱从政的过程，就甲大陆有啲两岸交流。虽然大陆来新闻就来列队迎宾，就是做义工。啊，结果就把事情平常都没有落实。哦，当然哈。打招呼说：“你这样子呢，做得好，没有落实。我5月24日一天就去自然，今年5月24日去自然，都监会考是自然，因为有迄活动，咱企业年轻人就讲啊，你代表台湾的少年囡仔去领奖，就是去领奖爱讲职工对无？我一看，那安尼，上少无做嘛。咱人其实甲大家点是人真张无？”紧张副卡就做法。阮前日8月16日，我是将我聚会宴摆红婚礼，还有献上请单，拢模拟就对啦。我在自己节目时啊，收入就算上紧的。如果再过3个4个5个头，如果再过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3上紧的安尼啦。啊，咱就是讲我较慢的，反正就较慢。就是结果迄天呢，人侪人，你面口嘛就200人，比较传的。开始，我喺考试的时点是模拟那个请单，啊，就4个数呀，2个3个3个4个5个，啊，边仔花考试就是讲，哦，你这个哪会做这些？我是今年借钱，我拜托你做较慢点好无？所以你看你平时做了习惯无？你做了习惯，啊，我短时间烧香就是咱咧烧，慢慢啊拜，甲迄道动作做好，拜有正确，有时咧看做。包括咱这个道理人道了吼，人民的尖标是这些，我讲民乐教五点，民乐教社会，我讲吼，你唔是讲做正的啦，做正就讲念较紧的吼，哦，你念一个你的经验吼，念10分钟，我念3分钟，我加5赚的，都是做正的个，对不？咱讲个做好，品质甲做出来，养成好习惯，所以课题物理不是那么难。你平常的小动作都把它做好，哎呀，坏习惯连根拔起，一改再改，你可能改到比较简单，对不？这就是平常。从修为上我们要做，不然就有种这样子啊，收割与报酬。请问各位，现在的你是在收割还是在报酬？不论怎么说，全是在报酬。所谓收割的，我的习惯，你当然弄得老啊。混得结尾啊，收割啊，你不要让你遐收啊，收割就是收成啊嘛，收成啊嘛。我曾经那么大，我也免拼啊，对不？我第领导吼，我到大陆啦，啊，伊那遐吼无咧收啦，啊，遐地位啊，莫安尼种啦，啊是要搁种啥？啊，伊爸爸，你讲咱做人话就真贵。我即摆去大陆开会，叫人入来拢50岁上面，迄文化都有一个耆老禅师，70几岁才去江湖地开哦，开到到即摆，因为我20岁以前开始在，
阮都有去看过这历史啊，熟悉的，伊就对阮其他主题拢无。人伊咧70几岁去干过这开放，搁转开放美国，转开放日本，90几岁还咧做。我真正讲的动画的迄个天尊总裁的有老点是泰国大陆教宗，这个修道人，你也不是问题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在收割还是在播种？那播种是讲出去种尔，因为我感觉我要你种，出去播种的尔，开始还未收的啊，刚开始尔，这是最重要的所在。过来，咱收老点是，伊等于迄一天是收割还是播种？收割。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我今日要用这个来讲。我有一个，我当然讲这个啦，其中我了要讲的是一个，嘛是老家人物，伊的家乡嘛是德清，但是吼，我遐点嘛是规讲的新闻是甲办甲足正样，但是我所答伊的我话，因某叫换别人规讲，我就去人答，用卖啊，我是正常当前，咱2-3年吼，嘛去人答看看。我毋知讲，我的感情就是对遐来。我意思是讲，恁先生等于去工作收割就对啦。因为恁先生都有班会嘛，所以大家甲你同做合理的嘛，你收割啊。若是去工去报道，你今阵咱应该爱过来申请者，爱过报道，爱过共情人呢，感谢呢。所以今日我来讲的就是这，过来，恁领导那一天。你是要收割也要报酬，但是你决定的呢，偌济经验你转去了后，因兜断种呢，你听有无？你的知识、你的想法拢无，你拢无的时阵，你转去就大啊，毋是收割，因互甲你当的尔啦。你讲道理拢甲你当，拢互你收去啊嘛。你讲后壁的了有？这是上重点的。你若讲有要求啊，以后要你来继续耕耘啊，你股产要你开始你继续去经营嘛，这是一个足大重点的。等到咱人人生有限，你有把握无？这是重点。过来，本来我后要讲延续10分钟，我讲较紧，咱受到因这大部都是有处理。我想要讲这个。但鼓励你承担，鼓励你放下，希望你有一个明白。咱有来上课，听我道理，你才明理。因为你无来上课，无来明理，你无明理，你不然要安怎爱做？所以咱。